次要介紹一個舊樓翻新嘅單位，單位位於小西灣富欣花園，484尺。單位嘅客飯廳十分方正，採光亦都好好，擺放咗餐台、梳化同埋電視機之後，旁邊都仲有一面牆身去做一組收納櫃，所以我哋運用翻白色同埋淺木色去營造翻舒適嘅氛圍。單位有5個人居住，所以房間都需要重整間隔，去配合翻每位家庭成員嘅需要。仔仔嘅房間以淺木色同埋綠色為主，為咗令到空間更加實用，房門改造成趟門，成間房都升高咗做地台儲物。單人床以上床下櫃嘅設計，增加收納空間。床邊亦都有層架可以展示仔仔嘅獎項。另一個房間就係2個囡囡嘅房間，以柔和嘅白色同埋淺木色為主。近窗嘅位置做咗上下隔床，而另一邊牆身嘅位置就用盡咗空間做衣櫃收納。主人房改變咗入口嘅位置，所以一入門口會見到床頭連住一張梳妝台，配合埋上揭式嘅梳妝鏡，方便女戶主日常使用。床頭牆身亦都以灰色嘅水泥紋牆紙去點綴，提升質感。